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10月27号精彩有三石的版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那咱即麦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，咱即版的版头呢是一来开伫的第二支，所以咱要对9月8号才来看。版头一吹着了，咱刷来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三支2来甲考起来。咱的2要来甲合数34，所以34来减掉20就是一数。一数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两支来开，一支两支来一数一只。来，咱一只个继续来看9月19号版头小翔再来开伫第二支，所以咱版头吹着了，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三支二考起来。咱的二要来甲合数34，所以34来减掉22就是一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两支来开，一支两支一只。来，咱再来看到9月27号版头共款再来开伫的第二支，所以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三支13考起来。咱的13要来甲合数34，所以34来减掉13就是21来要来伫版头的下两支来开，一支两支21一只。刷落来要再来看到，伫10月24号版头又过来开伫的第二支，所以咱先来甲伊当期的第三支13考起来。咱的13要来甲合数34，所以34来减掉13就是21来要来伫版头的下两支来开，一支两支21。这啊就是咱10月2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。过去咱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一版的版头呢是38来开伫第五支，所以咱对9月17号再来看版头38吹着了，咱要先来甲版头以下一支的第二支12来甲考起来。咱的12要来甲合数17，所以17来减掉12就是05，05会要来伫版头的下三支来开，一支两支三支05一只。来，咱继续要过来看，伫10月18号版头38。又过来开伫的第五支，所以先来甲版头下一支的第二支13来甲考起来。咱的13要来甲合数17，所以17来减掉13就是空数，空数会要来伫版头的下三支来开，一支两支三支来空数一只。来，咱一只个来看到10月21号版头38，共款过来开伫的第五支，所以咱要先来甲伊下一支的第二支空数来甲考起来。咱的空数要来甲合数17，所以17来减掉4就是13，13会要来伫版头的下三支来开，一支两支三支有无？13是毋是一只？来，刷落咱再来看10月23号版头38，小翔再来开伫第五支吼，所以先来甲伊下一支的第二支11考起来。咱的11要来甲合数17，所以17来减掉11就是06。06会要来伫版头的下三支来开，一支两支三支06。这啊就是咱10月2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。过去咱继续来看后一版，咱一版的版头呢是20来开伫的第三支，所以咱是要对9月8号才来看版头20吹着了，咱要先来吹着版头下两支的第二支，一支两支下两支的第二支一数，咱的一数来甲合数23，所以23来减掉14就是09，09会要来伫版头的下四支来开，两支四支09一只。来，咱佮继续来看9月23号版头20又过来开伫第三支啦吼，所以先来吹着版头以下两支的第二支，一支两支下两支的第二支10，咱的10要来甲合数23，所以23来减掉10就是13会要来伫版头的下四支来开，两支四支13是毋是一只？来，咱佮来看10月7号版头20。小翔过来开伫的第三支，所以先来吹着版头下两支的第二支，一支两支下两支的第二支空数，咱的空数要来甲合数23，所以23来减掉4就是19会要来伫版头的下四支来开，两支四支来19一只。来，咱刷落来要过来看10月22号版头20又过来开伫的第三支啦吼，所以先来甲伊。吹着伊下两支的第二支，一支两支，下两支的第二支是11，咱的11
要来甲合数23，所以23来减掉11就是1字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字来开，2字4字1字。这也就是咱10月2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语，咱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呢是23来开伫第4支，所以咱是要对8月28号才来看。版头23找到了，咱先来甲伊下一支的第3支21考起来。咱的21要来甲加上6，所以20来加6就是27。27要来伫版头的下6字来开，2字4字6字来27一只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到，伫9月2号版头23。小强甲来开伫第4支，所以咱先来甲伊下一支的第3支2来甲考起来。咱的2要来甲加上6嘛吼，所以20来加6就是26。26会要来伫版头的下6字来开，2字4字6字26一只。来，咱一只搁继续来看9月18号，版头23。同款个来开伫第4支，所以先来甲版头下一支的第3支22来甲考起来。22要来甲加上6，所以22加6就是28。28来要来伫版头的下6字来开，2字4字6字有无？28一只。刷落来，再来看10月20号，版头23。同款个来开伫第4支，所以咱先来甲版头下一支的第3支3来甲考起来。咱3要来甲加上6，所以30来加6就是36。36会要来伫版头的下6字来开，2字4字6字36。这也就是咱10月2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国语。咱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呢是3支着1支的版咯。版头是22来开伫第2支，所以咱要对5月20号才来看。版头22来找到了，咱要先来找到版头的顶1支的第4支，还有顶4支的开奖日期参版头顶5支的第5支。咱先来甲版头顶1支的第4支25来甲考起来。顶4支的开奖日期2支4支15号，还有顶5支的第5支是38。所以就是15、25甲38这3支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，3支的开1支啦吼，2支4支5支，15是毋是15、25还有38？伊来开着15啦吼，3支来开1支。来，咱继续要搁来看到，伫6月28号遮，版头22小强搁来开伫第2支，所以版头找到了，先来甲伊顶1支的第4支19考起来。顶4支的开奖日期2支4支24号，还有顶5支的第5支是38。所以就是19、24甲38这3支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，3支的开1支，2支4支5支24。是咪19、24甲38？来开着24啦吼，3支来开1支。来，咱要搁来看到，伫7月30号，版头22，同款搁来开伫第2支，所以版头找着，先来甲伊顶1支的第4支13考起来。顶4支的开奖日期2支4支25号，顶5支的第5支是32。所以就是13、25甲32这3支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，3支的开1支，2支4支5支13，还有32，是毋是13、25甲32来开着13甲32啦吼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一只过来看9月24号，版头22小强过来开伫第2支，所以先来甲伊顶1支的第4支33考起来。顶4支的开奖日期2支4支19号，顶5支的第5支是33。所以2支33啦吼，就是19甲33这2支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支，2支会开1支，2支4支5支，来33，是毋是19甲33？来开着33，2支开1支。来刷落来，咱搁来看，伫10月21号遮，版头22，同款搁来开伫第2支，所以版头找到了，先来甲伊顶1支的第4支23考起来，顶4支的开奖日期2支4支16号，还有顶5支的第5支是39。
所以啊，就是1623甲39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5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2支、4支、5支，1623，还佫有39，所以1623甲39也就是咱10月2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支着1支的板咯。来，咱继续佫来看后一版，咱这版呢，板头呢是开奖日期的20号，所以咱要对5月20号再来看板头20号来找到了，咱要先来找到板头顶4期的第2支，还佫有顶5期的第5支，参板头顶7期的第5支。咱先来找板头顶4期的第2支、2支、4支，空数。顶5期的第5支是38，还佫有顶7期的第5支、6支、7支38，所以2支38啦吼。也就是空数甲38这2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6支，2支会开一支，2支、4支、6支，空数38，是咪空数甲38，2支总开啦吼，空数甲38，来继续再来看6月，板头开奖日期的20号，板头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顶4期的第2支、2支、4支，空8，顶5期的第5支是37。还佫有顶7期的第5支、6支、7支、32，所以啊，就是08、32甲37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6支，3支会开一支，2支、4支、6支，37、08、32，还佫有37，伊来开到37啊，3支来开一支，来咱继续佫来看7月，板头是开奖日期的20号。咱7月是毋是无20号？所以甲跳过来看8月。来，8月板头开奖日期20号找到了，先来找到伊顶4期的第2支、2支、4支，空5。顶5期的第5支是35，还佫有顶7期的第5支、6支、7支、30。所以啊，就是空5、30甲35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6支，3支会开一支、2支、4支、6支，空5。3空、空5、3空甲35这3支，来开到空5甲3空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咱要佫继续来看9月，板头同款是开奖日期的20号，所以咱先来找到板头顶4期的第2支、2支、4支，空9。顶5期的第5支是28，还佫有顶7期的第5支、6支、7支、34。所以啊，就是空9、28甲34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6支，3支会开一支、2支、4支、6支，28，是咪空9、28甲34来开到28啦吼，3支来开一支。来，咱刷落来，佫继续来看10月，板头相像是开奖日期的20号，所以咱先来找到板头顶4期的第2支、2支、4支，空7。顶5期的第5支是24。还佫有顶7期的第5支、6支、7支、34，所以啊，就是空7、24甲34这3支会要来伫板头的下6支，3支会开一支、2支、4支、6支，空7、24，还佫有34，所以空7、24甲34也就是咱10月27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支着1支的板咯。咱今仔日板路的分享就到这为止。你若是感觉我的板路袂歹，麻烦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转发、订阅不然，不然也感谢咱各位好朋友。